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5例本土病例，30例境外病例。全国病院今仔开始禁止探病。过来头一批莫沙讲口服药物今仔送来台湾。另外，今仔三读通过10档内啉酒赛车的旅馆会当公报名，公车的人上座会当罚15000块。比利时有民众行上街头抗议防疫，甲警方发生冲突。WHO 嘛表示，欧洲奥密克戎煞来变做季节性的流行感冒。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5例本土病例，30例境外病例。正月25到2月初7会继续维持2级警戒。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全国病院今仔开始禁止探病，只限一个人陪病。另外，大溪中营凤凰饭店又搁验出有4个人胃着病。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15例，那境外移入有36例啊。那整体的案例里面，大概是高雄有8例，宜兰有4例，桃园有3例。从明天起到2月7号到过年后，那我们仍然是维持2级警戒。那外出全程佩戴口罩。在探病，全国医院除例外情形外，禁止探病。那符合例外情形要探病的人，还是要有这个3日内的阴性的证明。不管是快筛或是 PCR 都可以。那完成疫苗基础剂应接种的剂次达14天以上者，以公费来筛检；未完成者以自费筛检。那照顾高风险的单位就要打追加剂者应该在111年2月1日前完成接种。宜兰总共有4位。那至于他的一个亲密，这些4个人的亲密接触者大概也匡列了90几位。那目前采检也是阴性。再来看，过来头一批进口的莫沙讲武汉肺炎的口服药，今仔透早5点18分送到桃园机场咯。今仔送来2000多份哦。这款药物用伫轻症发病前5天的病人，效果是上好。针对本土疫情嘅滚价，医师呼吁讲，过年返乡，还要去人济所在哦，都要做好防疫。透早5点18分，国内第一批莫沙东食的抗病毒药物，伫中央航空比亚641飞机为美国芝加哥运到桃园机场。原本班机按算伫昨23到位，暗过受到美国5G影响，有飞安疑虑，延误到今仔日赶台湾。指挥中心总共买1万份，主要适用伫发病5天之内，有重症风险因子，而且临床上无适用其他治疗方式的轻度到中度确诊的大人。适用对象主要还是在轻症发病前5天，因为就是要在受到感染的前面几天，马上用抗病毒的药物去压制病毒的繁殖，才会看到疗效。如果你已经进展成重症已经过了5天以上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看出效果。在防疫旅馆或者在检疫所都可以使用。如果医生看过，觉得它有危险因子，那也符合中央所定的使用的原则，那它就可以一面隔离一面吃药就可以了。本土疫情爆发点有真济所在，李炳英表示，台湾目前在经历社区甲病毒共存的过渡期。国内疫情甲病毒共存的基本条件，都是重症甲死亡率无超过流感，而且以流感来讲，死亡率是比1/1000较细。关键医院伫伫2城还未做疫苗的人，对真地传播链感染源无清楚。有医师认为，这个疫调同时也消耗大量医疗量能。那这些疫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疫调人力的一个很大的耗费，所以看能够做到多少啦。当我们疫调人力没办法负荷的时候，其实就要很当心了。农历过年拄到回乡人潮，甲亲人见面是常情，不过医师也呼吁民众伫最近医院爱减少出入公共场所，避免群聚增加感染风险，也消耗医疗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本土病例，计共有50例，因为拢甲高雄港有关系，这个公司拢伫基丁哦，所以市政府嘛决定要扩大基丁社区民众的体检。另外，有确诊者去看病时阵喂互别人，市政府嘛要求病院爱设户外门诊区哦。若说是感冒的症状，医师看病了后，就要提供快筛试剂，互民众家己登去厝里体检，诊所爱追踪结果。
诊所一透早特别人阵，到处标示医生看病的室外呼吸道门诊区，另外一个是注射区。民众挂号领药啊，拢是由工作人员来烦恼，干那注疫苗的人会当入去。高雄市府23公布，除了室外设呼吸道的门诊区，有正头的民众到诊所看病，评估了后爱互伊居家快筛，互伊会当转去家己体检，也会掌握快筛的结果。不过，着惊诊所的工作量大增加，医师也烦恼讲，民众家己快筛敢有准，敢会老实来通报结果。没有做得很准确，其实这个结果也是不理想的。是不是这个人的快筛结果，然后他拿来给我们，甚至时间过了到底多久，这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如果要诊所再来掌握这个资讯，又会变成更大的负担。诊所表示，为着防疫，拢愿意配合，不过增加的工作量，惊予医疗的品质降低，建议政府爱随时检讨。不用在那么多人的地方暴露在危险之中啊，就是家里会比较安全。他因为得了病，然后没有被发现，然后再传染，就是很难把那个这个传播链阻绝掉，所以我认为是应该做。高雄至少有50个本土，尤其高雄港的群聚事件，船顶有真侪工作人员拢确诊，而且相关行业的公司拢伫基镇，市府也扩大基镇区的社区体检。他哋来用来看安心嘛。爱检查我哋来甲检查。基镇的副首长和基镇病院等所在拢设体检站，市府也提醒民众，若去过确诊者去过的所在，会当到23大的采检站预约采检。记者综合报道。第20期的疫苗今仔开始做，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表示，目前台北市疫苗是拢各有剩，也毋过想要做莫德纳的人较侪哦，大概是搁减少2万栋。台北市嘛有协调50外间诊所，初4开始到3天做疫苗。另外，因山饭店的查某得知师傅，一家伙仔3个人拢胃着病哦。伊一个住伫新北市路上的朋友嘛是胃着病，考出20个人做体检，加在拢是阴性。第20期的有风社24开始做，未少注文的民众如期来。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亲身视察东区地下街7号广场的中型疫苗站，这期台北市按算要注26万5千人，只是半点目前的数量，到 BNT 到高端疫苗数量有够。莫德纳我们现在是一定要努力把已经预约的，到目前你看我刚刚念到15万7千多，那这些已经预约的，一定要请中央把这个疫苗能够如期的，那照这个数量给我们，倾向就是说春节期间，那我们的这些经过调查，有大概50-60家的这个诊所合约诊所，他们愿意在2月的4、5、6 3天，也就是初4、初5、初6这3天。他们有表达愿意来为市民服务。台北市要拼注疫苗，但因春节，中央疫苗预约系统歇7天，因此台北市协调50外间合约诊所提供服务，提早为初4开始。台北市卫生局佮呼吁，在过年期间，若是民众有出现呼吸道症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建议先使用家用快筛，也是到台北市体检站来采检，确认阴性，才去看医生。另外，台北市圆山饭店女性员工一家人3个人确诊，因住伫新北市蘆洲的朋友嘛确诊，空内采检20个人已经有结果。诸多的个案经过我们快速的精准疫调扩大方面，有20个人出来都是阴性，那目前一切都是稳定当中。这波疫情快速的传，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校友亦强调，这段期间虽然新北市有零散的个案，但随空内采检动态，新北市伫防守疫情的当中，嘛会当协助隔壁县市。记者郭彩台比台北报道。桃园的疫情佮继续的传烧，台中银行桃园南崁分行公告指出，讲有员工的亲人胃着病，所以今仔暂停营业1天，全面消毒。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表示，阿旭电脑的群组计共有100人胃着病咯，未来几天有可能佮继续增加。现阶段爱加强社区的体检。银行铁门锁起来，无开门营业，内底只有请防护伞行员咧整理重要资料，提款机也暂停使用。台中银行桃园南崁分行知影行员共大亲人确诊的消息，马上打出公告，二是有风险停业1天，全面来清消。连续2天的裁减的总数是5972人，就昨天新增1位雅旭的员工裁减，以及1位
这个旧案匡列裁剪。市长陈文灿伫防疫会议了后表示，阮向自无港区的嘉达分区列作红区，停工采检，3000员工设电子围篱，各居家隔离3天，做2采3采。二是会阁针对血分站4500人采检。各承认分区情形有挑战，未来几天已完成风险期，也加强社区体检，包含兴中一区、宜港生活一区11个社区采检站，降低感染风险。足迹重叠。什么时候在哪里啊？大园，红柏啊，红柏那个自贸园区。哦，因为跟足迹重叠。在哪边有重叠？一样好事多。好事多对，好事多。他现在做完了。对，做完了，还要等那个报告结果。陈文灿表示，阿旭电脑群组事件目前有700人确诊，其中确诊移工69个，88趴有做第2剂疫苗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移民署甲市府劳动局继续安排做疫苗。针对无牌照有期拘留移工，未通报、未查处、未收钱、未管制，互移工安心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华老街的年货大街昨下晡开始咯，也毋过因为疫情的拖，活动的现场嘛加强防疫，除了实联制嘛严格来禁止一边行一边食，也毋过民众讲袂听，方开出一张3000块的罚单。这边卫生单位他们在这边刚才说你有边走边吃，经劝导人不听劝，他们有2张照片，认为你有违规的事实。警方经过卫生单位的通报，开出新华年货大街头一张的罚单。因为今年伫年货大街，除了爱实联制，嘛严格禁止哪行哪食，不过要求民众先讲都讲袂听。昨天那个情形是跟他劝导之后，他还是不是很接受，那后来就经劝导不听，就直接开罚了。好，今年新华年货大街23、61开幕，台南市府还阁带队去现场宣导防疫的规范，伫入口的所在有写防疫相关规定，不过要求民众无遵守规定。伫新华年货大街的现场。透早就贩仔准备要摆档做生意，真侪贩仔拢讲，因家己是真注重防疫。就跟他说现在那个疫情这样，尽量就是东西带回去吃。客人在消费的时候，只要发现他们没有戴紧口罩，我们也是请他把口罩戴紧，就是比较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这样。一般基本上因为大家戴口罩，应该袂边走边吃吧。台南市长黄伟提强调讲，为着防疫会持续严格来执法，因为万不离这个场所若是传出疫情。那呢，这活动拢会停办，嘛要做大消毒，而且接续其他的活动，可比古都马拉松、兰花展览、甲咸水旁仔跑等等的活动，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希望大家伫咧参加活动的时阵，拢会当严格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查某囡仔，去年正月坐中兴巴士815的公车，落车的时，牌仔去互后车门压着，驾驶无注意哦，继续驶，这乘客就风拖行，后来不幸死亡。检方是以过失致死罪来起诉这公车的司机。公车停我车牌啊，民众煞咧落车，敢若看到乘客打大路面，这个车门就随关起来。不而个煞有一个乘客伫咧落车的时阵，因为随身的这个牌啊去互车门夹掉着，就去互公车拖咧走，上尾啊不治身亡。检方国家照过失致死罪嫌来甲起诉这个公车的驾驶。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不能注意的情况，那竟然就是疏于注意，然后贸然的关闭车门，而且行驶。那检察官综合所有的事证之后，认为，被告涉嫌刑法276条过失致死，罪证明确哈，因而提起公诉。代志发生伫去年1月底，姓林的乘客伊坐中兴巴士815路公车，伫新北市芦洲捷运市会中学站落车，驾驶无注意到讲这个后车门有去夹到对方的牌啊，还佫继续驶车，乘客就安尼规路去互拖咧走，到尾受重伤，送医抢救2个多月，到尾还是无法度。可能是有时候是没看清楚。然后有时候是可能要赶交班吗？是有看过，真的有老人家会真的差一点被门夹到。一下车，然后车子马上就要开手，他一个线他就马上关门了。虽然讲部分公车的车门有防夹的装置，不而个乘客落车去互车门夹掉掉，也是讲夹伤甚至死亡的意外，也是不闪时会发生。一直到早个进前，拢还未联络到公车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军机是继续飞来咱国的西南空气交了，昨继共是派出39台的军机哦，而且我东沙岛是正挖近，其中有34个台是战机。
国防部的资料是显示讲，中共的军机总是飞来39抓，有34抓拢是战机，有电侦的军机加轰炸机。咱国空军有去空中巡逻，用广播解赶走，嘛有监控哦。昨嘛是今年以来飞来上侪抓的一天。再来看，立法院今仔三读修正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会当公布10天内第2届啉酒赛车累犯者的名、相片甲违法的事实，嘛爱加重共车人的处分，上侪是会当罚15000块。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法推一个公路，因为真侪啉酒赛车致使家庭破碎的被害人家属，总算等到酒驾修法三读通过。这边的修法明定主管机关会当来公布10年内第2遍啉酒赛车累犯的名甲因的资料，嘛会当来加重做伙的人来处分，上悬会当罚到15000块的罚金。嘛明定讲啉酒赛车的人要搁订考驾照，都要申请有配备酒精锁的汽车，假使若是无照规定，上重会当处罚12万块的罚金。酒驾的各项的一个罚款、罚金、刑罚的做一个加重，让国人同胞可以获得更高的交通安全的一个保障，也对于酒驾的侥幸心理驾驶给予严厉的一个规范。修法之后，仍然还要仰赖法务部跟司法院能够重视国人的心声，能够让这些法条确实的落实执行。这边修法嘛，甲调管酒驾刑罚的刑度，会甲这个啉酒赛车无肇事的刑度，对上重甲提悬到3年，嘛爱甲罚金上悬提悬到30万块。啉酒赛车若是讲搁再犯的人，就会甲增加到上悬300万的罚金。若是讲这个再犯的年限，嘛甲延长到10年。行政机关能够整合各部会的资源，完善检讨酒驾的处理流程，有效减少酒驾，保障国人生命安全。这边的修法会甲这个啉酒赛车同款无安全的食毒，嘛甲纳入去范围。赛车的人若是讲啉酒，也是讲食毒，安尼会当来甲吊销伊的汽机车牌照2年。假使讲若是肇事，互人重伤也是死亡，触犯的人会当甲没收车辆。朝野立委希望讲会当按过这边的修法，来阻吓啉酒赛车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打叉房消保处嘛针对6都加新竹县市24件遗失的犯处来做稽查。红单的部分有8件是规定讲，伫期限内底定金无补够，也是讲无完成签约，民众的定金就会予业者来没收。也毋过消保处是表示，这款的规定违法，上济是当罚业者100万。全台湾房市的交易是真加压，绩效嘛一直在压悬。台一大行政院消保处针对24件易受建案来进行专案的稽查，其中伫红单的部分有8件原底已经约好势，毋过时间到啊，买的人定金煞无6000，或者是超过时间无签约，所以甲定金没收。毋过这个约定已经违反平均地权条例内底红单袂当有不利消费者的记载，已经违法会当裁罚。这种不利于消费者的这种情况，特别是他没有写一个可归责于消费者的事由的时候，这样就是不利于消费者的一个事项。在这种情况那他可能就会被那个依照平均地形条例加以处罚，那处罚金额是15万到100万。除了红单的稽查，这届消保处嘛针对销售中心甲样品处来做查核，拢总有11件无符合规定。主要的缺失是无领到建筑许可、使用许可，或者是无伫咧使用的期间内底，嘛有4件是无设灭火器甲导燃的设施。台北市那个云集那一栋，它有卫生与许可，它有罚则，罚6万多块。台北市政府依照他们自治管理条里面有处罚他。那其他的违规场所里面，目前各地方政府是依照他们的规定去办后续的处理作业。另外，稽查嘛发现讲，3件定型化契约无符合政府的规定，有4个委托代买的建案，无挂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规定的文件。依照我们这个预售屋管理新制在去年1月1号施行之后，如果你的契约不符合规定的话呢，那是可以直接做裁罚。那它裁罚的金额是6到30万元。消保处表示，因为易受处交易时间长，而且敢有样品处会当来做参考，所以建议民众买厝的时阵都要谨慎来评估，签红单的时阵嘛要注意内容来确保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大病院企业工会指控讲，因为台大病院的薪资会议奖金分配无透明，要求院方爱甲工会协商，也毋过工会拢拒绝。薪资会议是表示讲，已经发文予劳动部甲教育部，要来先厘清讲薪资会议甲台北总院敢是同一个事业体哦。也毋过今仔下晡，因为有民代要求，因会先甲工会来展开协调。提出薪水单，台大病院新德分院专科护理师讲，病院奖金的制度无透明。员工讲，红利奖金差不多是占总薪水的1/4，长久以来都是薪水的一部分。不过每一个月多少拢无一定。病院这边是无说明变动的原因，这敢是甲员工的表现有关系，或者是营运的收入有牵连。员工几届希望病院会当出面来甲因说明，不过拢无得到回应。奖励的算法的话，它有点值跟点数。那点数的话是主要是主管在给予的，所以你领到这整笔薪资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说这个奖金的计算到底是怎么来的。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去年接到侪新德分会会员来申诉，包括奖金无透明，还有耳仔杜尖歹去，要求员工都要赔偿等等的案件。工会透过院内管道，即工座谈会来提案。嘛捌正式行文予新德分院，不过新德分院表示，因为因无属于台大病院，所以无迄个义务甲工会来协商。诚心提出一些分院的问题跟建言，还有讨论哦，换来却是一次一次的已读不回。那我们必须很多次打电话去跟他们确认，才会换到半句推脱敷衍的回答这样子。那最后还甚至反问我们说，这样子还有需要再回你们其他公文这样子吗？针对这点，台大病院新德分院初步表示，因甲台大总院是无共款的机构，针对工会提出的诉求，会进一步来了解，再搁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少子化的状况是真严重哦，一寡代理老师是真烦恼，讲要转做正式老师，机会是真少。也毋过有一寡外国英语老师有诶补助哦，咱国内的代理老师嘛拢无。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就呼吁讲，代理老师嘛应该爱受到公平的对待。一个外籍英语教师，他有交通费补助，就是机票嘛，有保险补助，各方面的福利都有了。那代理教师当然就跟我们陈情了，就是说他们在教育现场第一线这个辛苦那么多年，可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是期盼说教育部不是说只有比照教师考办法第6条，应该也要准用教师考核办法第3条，那是给予这代理教师考核奖金。毕竟外国来的和尚会念经，本土的和尚也会念经了伫国内早教册外国英语老师有考核奖金，也毋过本土的代理老师却拢无。伫一寡偏乡的学校代理老师除了爱教册，佮爱兼行政是真辛苦，而且是一年一批，所以嘛拢无啥假欢迎。全国教育产业工会是呼吁讲，代理老师伫真侪学校拢是学校真重要的角色，政府嘛应该爱来提悬因的待遇。再来看咱国内迄边公司伊莎贝尔互指控讲，工厂的外国移工定定加班超时工作，佮无加班费，心理合歹就要求移工爱放无薪假，宿舍甲中人的费用共款佮爱继续付。劳动部是表示已经有接到检举，目前嘛要进行劳资协调违法的部分会佮继续来调查。去年甲流行杂志联名推出主题限量礼盒，佮找马董来广告发烧喜饼礼盒，国内有名发烧喜饼领导品牌伊莎贝尔，互人食眼目。毋过最近爆发证据，牵涉违法剥削移工，有真侪名越南籍移工出面指控伊莎贝尔要求移工违法超时，而且无要互因加班费这证据。有人加班1个月超过200个小时，早上来上班做到明天2点，早上才下班。是加班费没有依法给付，中秋节旺季还有是过年送礼的这个前几个月的时候呢，都有上几乎100-200的超时加班的时数。国际劳工团体指出，去年7月就向台中市劳工局申诉，不过移工提出的证据事件，所要求劳工局另案处理，得不到劳工局协助。搁伫去年11月、12月，甲今年1月开出3摆的劳资协调会议，劳方提出6大证据事项，包含加班费无依法给付、薪水单无越南语、强迫回国放无薪假，不过回国期间依然继续扣大的费用、中介费甲防疫费用等。
按过资方所只愿意回应1.5项证据，伫新竹单顶悬提供越南语范本，按过并是双语。而且已经向强迫休困被扣的大额费用，按过2月到4个月无成假，却不愿意承认。疫情期间要他回家放无薪假，这个明显的违法。劳动部自实在起接受定情，强调是个案按过意愿的依法调查。如果是实施这个减班休息还是要给付这个工资。针对牵涉违法部分，记者中昼进前打电话给伊莎贝尔，客服强调甘乃因以电子信箱转达问题，暂时无法度摕到资方的回应。劳动部强调，若伊莎贝尔牵涉违法，会依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将有几万人行上街头抗议防疫管制措施上过严格，部分的民众嘛甲警方发生冲突哦，警方是下水甲喷催泪ga素来驱离民众。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嘛表示讲，有真侪人因为胃着病，所以即马是有抗体。WHO 是判断讲，欧洲的 Omicron 疫情会对大流行变作是季节性的流行感冒。手提各种标语甲道具，有真侪民众伫23行上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来抗议政府实施防疫管制措施。比利时当局伫20月宣布讲，民众都要伫5个月后来自加强剂疫苗，嘛要依起早这个注疫苗的通行证，安尼才会当来上酒店、戏院这公共场所。To say the truth and not to mislead the people and take care of the vulnerable, but leave the other people, the healthy people, go to work, go to school, go to party, etc. 示威民众游行来到欧盟总部的附近，依持特殊的警察来对因发射强烈的水弹，还有催泪ga素，想讲要甲因赶后线，结果有部分民众甲警方发生冲突。因为有示威的民众因拢入去欧盟对外事务部甲附近的店家，遮拢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群众更加不满，找采访的媒体来偷窥，起卡长手来勒杀这个当日直播的美联社的记者。伫画面顶悬会当看到有杀来杀去，这个镜头嘛喊几落下。布鲁塞尔警方表示讲，这场的示威者有70个人互人拘留，3个警察甲12个示威者拢都爱来大院。虽然讲比利时伫23有新增加超过4万例确诊者，不过世卫组织表示讲，Omicron的变异病毒株已经甲这个欧洲的疫情来甲带到另外一个坎站。Once that the Omicron wave will subside, there will be for quite some weeks and months a global immunity. Either thanks to the vaccine or because people have immunity due to the infection, and also lowering seasonalities. 克鲁格还佫讲，到3月时阵，有可能有60%的欧洲人会感染到 Omicron。不过因为这个疫苗会互这个共症的几率来降低，所以讲疫情会对大流行来变作亲像季节性的流感。所以早断病毒消化已经毋是目前的重点，应该就是爱设法来减少疫情对病院、学校还佫经济的影响，并且爱加强保护弱势族群。公司新闻第一人编译。再来看英国指控罗西亚总统普廷拍算要帮助乌克兰国内合挖罗西亚的政权去落权，嘛点名讲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穆拉耶夫，也毋过罗西亚跟穆拉耶夫拢否认。目前罗西亚军队嘛愈来愈挖进乌克兰的边境恐惊随时会战争。美国嘛已经准备要撤离外交人员咯。乌克兰前国会议长穆拉耶夫伫咧过去2天一直否认家己是俄罗斯密谋要伫乌克兰培养给亲俄罗斯的政权，否认甲俄罗斯情报人员有任何接触，会采取法律行动。Выглядит, конечно, все нелепо и смешно. Ну, во-первых,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о, как обычно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вторых, по сути, абсурд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во-первых, я имею санк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1 ноября 2018 года. Я не въездной. 俄罗斯外交部以假消息驳斥英国的相关指控。英国外交部日声明，证据显示，几多位乌克兰政治人物甲俄罗斯情报部门一直拢有联络。今年45岁穆拉耶夫伫咧上阵的时阵，伊的态度对俄罗斯拢正友好，观点甲俄罗斯也拢同款。伫公开发言时阵，拢用俄罗斯语，毋是乌克兰语。伊所属的政党伫2019年大选无超过5%，无法度进入国会。伊伫2018年办电视台，提悬家己的知名度。内容拢是亲俄罗斯的路线。Питання не в прізвищах,
Якщо Росія піде війною на Україну і буде створювати якийсь окупаційний уряд, то маріонеточним лідером може стати будь-хто. 烏克蘭危機，美俄嘅談判緊調嘅，在美國第一批援助烏克蘭嘅物資裝備送到基輔嘅時陣，俄羅斯嘅準坦克甲軍隊正集結佇咧烏克蘭邊境，宣布要進行海上演習。美國國務院敢若是準備要撤離駐烏克蘭大使館嘅外交人員甲家屬。公司新聞吳玲編輯。咱个友邦洪都拉斯新任的总统卡斯楚27要就职，也毋过国会最近因为议长的人选冤家相拍，卡斯楚的自由中间党伫选举进前有甲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党交换条件，讲要互萨尔瓦多党来推派国会议长，也毋过伫议长的投票，自由中间党却交过怪挑违背承诺。好用假帮红贴落来，要来阻挡无共方向的攻击。有国会议员甚至直接冲起伫主席台，要来阻挡新上任的议长的宣誓。咱国友邦洪都拉斯日召开新的一届国会头一届的会议，选出新的议长。不过新任的总统秀马拉卡斯楚所属的自由中间党逼出党内分裂，有18议员无照党的指示，暗中甲目前的执政党国家党来合作。Y hoy esos traidores quieren entregarle este poder legislativo que es la voz del pueblo nuevamente a esa dictadura del Partido Nacional。去年洪都拉斯的总统大选，左派自由中间党的候选人卡斯楚，甲盟友政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党达成协议。因若愿意退出总统大选，支持卡斯楚选调，就会甲国会议长的位让予民党。不过想袂到，伫咧投票选议长的时阵，自由党18议员煞向甲因反背来走票，尾手选出共党的考利克斯做议长。卡斯楚不满党内议员背信，也阁甲国家党有交结，落尾开除这走票的议员党籍，也阁招民众去行路抗议。De todos los diputados y diputadas, para lo cual les pido que se pongan en pie, levanten su mano derecha. Diputados y diputadas pueden rendir su promesa de ley. 洪都拉斯国会拢总有128个席次，自由党敢若摕到50席，无过半。虽然新任的议长强调讲会支持卡斯楚政府，不过分析指出，投票结果已经违背选前的协议，有可能会致使卡斯楚伫咧国会影响力会降低，伫咧推动法案的时阵可能受到阻碍。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去年的东京奥运，咱台湾的选手表现真精彩哦。也毋过，咱的代表团是叫做 Chinese Taipei， 引起国际上真侪讨论。有民间团体又搁准备要再发起正名的公投，望讲2024年的巴黎奥运哦，要用台湾队的名义来参加奥运。台湾队，台湾队，手提标语，大声喊台湾队站出来。台湾选手伫咧去年的东京奥运摕到真出色的成绩，伫疫情内底，互人真欢喜。安尼嘛，互台湾代表团的队名 Chinese Taipei 搁再来成做国际的焦点。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公民团体决定发起公投联署，要互这个队名正名做台湾队。想要试图的再延续上一次东京奥运，证明我们没有达成的目标，我们没有失去这个志向，我们也没有放弃。巴黎奥运证明很重要，因为 Chinese Taipei 根本不存在。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可以用自己国家的名义，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赛。民团强调讲，台湾正名是台湾人的权利。特别注意的是，伫咧东京奥运进前，民团就捌发起台湾队正名的公投，输当时得到同意票是476万票，上尾煞以100万票的差别来互否决。民团认为讲，国际气氛一直咧改变，台湾的主流民意出现变化，因袂因为失败过来放弃。不如果要安怎来争取运动选手的认同，是这边发起公投的考验。我们并不会把所有这个台湾代表队要改名的这个压力全部都放在运动员身上，因为运动员的这个能出赛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稀少，或者是说精华。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改变，会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民团咧话讲，伫
中华奥会甲国际奥会着去谈判，才有机会来修改队名。现阶段的目标，就要先通过联署，采取陆战、空战来做伙行，走入去校园、社区邻里做宣传，嘛伫个社群媒体来煽动这个理念，通互咱台湾人来响应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动保团体接到民众的检举哦，讲屏东县有2间非法的养殖场，甲猫仔佮狗仔卖予合法的业者。今仔早起，动保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指出讲咱国内宠物的买卖，真侪拢是以合法来暗藏非法咯，嘛呼吁农委会爱用总量管制来限制宠物的繁殖。正矮的空间内底，会当看到狗笼仔贴成2层，数量非常多。笼仔内底关的毋但是大狗，阁有拄啊出世的狗仔囝。动保团体接到通报，转向屏东县农业处检举，指出2间业者无摕到特定登记许可证，非法繁殖。繁殖的狗仔囝佮大狗高雄去进行合法的宠物登记，甚至是卖到台中佮新北的宠物店。这种合法暗藏非法的情形非常多，因为利益惊人。申请1家合法，可是掩护100家非法这样的状况。我们刚刚说的75000只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了。我们认为每一年繁殖出来的犬猫，甚至可能是2倍或3倍这样的数字。动保团体批评合法暗藏非法的现象，政府根本无能管理，造成大量非法繁殖的猫仔狗仔流入市场。15个县市场有一个专职人员办理相关业务，一个动保员要管理75间繁殖业者，各有各色的工作。另外，业者以书面来填写繁殖甲买卖记录表，根本真歹来核实甲对源头相关的工作，定是做表面的。15个县市近年来都没有任何在查核或评鉴时候开出的一些开罚的记录。OK，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查核跟评鉴呢，现在也都是流于形式。农委会指出，屏东非法业者罚款15万，总共108只狗仔互没收。新北甲台中的业者是防废止许可，袂当个繁殖甲买卖。针对宠物繁殖买卖记录，佮有晶片使用是书面的记录，农委会表示会来推动电子化来掌握。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应该以总量管制来限制合法宠物繁殖的许可证等等，为源头来掌握甲管制。记者们王德心台北报道。来看农委会今仔甲中兴大学将合作备忘录，宣布要来成立智慧永续新农业研发中心哦，嘛展示一寡新的技术，亲像农民用手机翕稻仔的相片哦，传到云端，会当互专家来判断讲这稻仔敢是健康。按算讲2档内底2个体拢会当来商品化，互全台湾的农民拢会当来使用。摕手机来翕相，甲把水的相片传到水稻小芳酒 App， 经过云端资料库比对诊断，免到5秒时间，水会当显示这丛稻仔的甘水量甲米质。这是中兴大学上盖新的 AI 农业智慧检测技术，结合气象资料，建议农民伫几工后就会当挂稻仔。去拍照或是做一些的这个光谱上面的一些的量测的话呢，就可以知道呢这些农作物的它的一些的这个病害的情况，那也可以知道它的含水量等等的，那可以去预估这个如果说它量测点更多的话呢，就可以预估呢整个它的这个区域的它的这个产量会是多少。这款随身在智慧农业检测仪器会当应用伫检测菜色含花敢有农药残留，或者是感染到任何病毒，袂输是农民的网络食物医生同款。农委会伫24甲中兴大学签订 MOU， 宣布成立智慧永续新农业研发中心。中兴大学表示，初期以稻仔加兰花这2种作物做实验对象，目前已经伫咧台中雾峰的稻仔田进行大规模验证，按算伫2年内，这软体硬体就当商品化，普及到全台湾。我想，不管是智慧化 AI， 都是工具。永续才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农委会这边绝对会全力的来协助中兴大学，让它不只是在台湾可以发挥整个对农业的贡献，甚至包括全世界。根据农委会统计，2020年种稻仔的面积有159000公顷，是全国上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兰花是台湾正出名的国际经济作物，这项研发互看作是重大的国家型计划。科技部会投入5200万，期待农民掌握到新科技，迎接未来农业转型加气候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以早叫做金蕉王国，南投的中寮伫清朝就开始种金蕉咯。最近中寮的社区就安排时段用戏剧来演出过去的历史故事，包括这些少年辈会当来了解家己故乡的历史。
阿公阿嬷认真咧搬戏，因演的是过去南投中寮种金蕉的农民和日本人经营的农场之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较早日本外销日本的金蕉，就是讲安尼真辛苦，逐项代志拢用这个人工来做安尼吼，摕起来伊表示或者是说会知影，无伊袂记哩。较早吼，阮遮店足闹热的。杂货店就走4、5间啊，嘿，过来汉药房、西药房，个卖菜，个有迄个拍铁店，嘿，个有五金行。南投中寮乡自清代末期就开始种金蕉，一直到日本时代，有日本商人到地经营农场做金蕉的生意，却和当地农民发生纠纷，让当地农民受到无公平的对待。三本农场要涨租吼，我感觉吼，这对因来讲吼，是一种吼足痛苦的记忆啦吼。毋过吼，伊在因吼真拍拼吼，伫地方吼，甲迄个日本人吼，咧迄个协调当中吼，有达成一个协议吼，才有法度好好的生活吼。我感觉这个部分吼，对因迄阵啊吼来讲是真深刻的记忆啦。社区安排时代透过剧场表演的方式，呈现在地真实的历史事件，互时代互相交流、回忆历史，也希望互少年辈更加了解故乡的故事和发展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市有一个家己大的老大人，伊拢甲回收的物件顶甲柜厝顶哦，规家拢困伫粪扫堆顶头。前一阵附近的客家火灾，大家看到阿伯厝嘛拢真烦恼。当地里长甲慈善团体就发动30外个环保志工，替老阿伯伫过年前来清粪扫，望讲会当互阿伯过一个好年。物件规四架，一间厝顶甲会尖尖，根本看袂出来倒位是客厅。屏东市有一个70外岁姓黄的老先生，市中家收一铺，佮干那一个人大。平常时啊，拢捡回收的废弃物忘倒，厝内杂杂。当地里长讲已经苦劝几20年，拢无效果。20多年前就咧甲劝导，但是呢，就反正爱理不理啦，干那想要收啦，无要卖啦，清理遮垃圾安尼吼。互邻居大家环境也会当搁较好。生活环境垃圾毋但影响身体健康，嘛有可能会发生意外。拄好几个月之前，附近有客家倒火，这老阿伯才知影家己的厝有偌危险，答应慈善团体环保志工来倒摒扫。这个环境堆得很脏乱，而且里面都是易燃物，很容易电线走火，还是一个火烛不小心倒下去，就是会的烧起来啊！我们今天本着环保志工还有社区安全的角色，接近30个志工一起共同来帮他处理，也为了社区环保做一件好事。其实，亲像老阿伯这款的个案有真多，有侪老大人无依无我，家己伫危险的环境生活，无人看过。一回来到摒扫的团体就表示，要替这寡人整理客家，真是需要真侪经费，因会继续募款，也希望民众会当较接关怀需要帮助的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学校拢真重视发展特色，来吸引学生甲家长哦。嘉义县政府的头一摆来举办学校特色教育的博览会，那么做伙来看卖。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塑胶也还没有这么普及。那我们的扣子都是用贝壳下去做建造的。那随着工商业越来越发达，以及我们的塑胶业普及，因此我们的贝壳扣子才因此被塑胶扣取代。学生伫单位说明研究的成果，边还有动手体验的课程。嘉义县20外间中学国小做伙分享家己的特色课程，参大家交流。他也寓教于乐啊，然后小孩做这些都很开心啊，自己在那边玩。然后他现在在玩这个也是很好玩，可以让小朋友体验一下那个一些科学啊，跟一些不知道的那个生活常识。为了推广在地特色教育，展现学校的成果，嘉义县举办特色教育博览会。教育处表示，特色课程的发展，唔但创造学校的品牌，嘛是在地教育的表现。它这样的特色认证的学校是比照教学卓越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带领的学校一起能够也可以迈出自己去申请教卓的这样的方案。从今年博览会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嘉义县的学校的成果，包括不同的区域，像山区或是海洋，或是像一些创新教学部分，都在今天的活动能够做一些展现。有校长表示，透过这届活动，学生唔但会当体验别间学校的课程，
学校甲学校之间也增加合作交流的机会，互学生伫耍的过程当中发现学习的趣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的公司 Google 英国的分公司伫去年找700个新的员工最近又搁要找人咯，大约要增加50成的卡手英国分公司的员工按算要增加到1万个人。Google 嘛伫伦敦的市中心本地使用税的大楼，怎么甲伊买落来拢总的投资是开超过275亿的台票。Google 这个超过新台币275亿的投资，首先是将英国分公司的人力为2021年的6400人增加到今年的1万人，增加56%。虽然英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防疫解除爱伫厝内底工作的限制，不过 Google 依然咧思考未来可能以伫厝内底上班配合去办公室的混合制，来兼顾防疫加研发等工作的需求。This is still an experiment. We talk about the last 2 years as being an experiment, but I think the next 2 will be an experiment of equal measure, where we try and figure out, well, what does hybrid and flexible actually mean? There'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more people. We talk about our workforce, and maybe as many as 20% of our roles will be remote. But that means that there's 20% more people in local villages and local towns, which will reinvigorate those. But 80% of our people are going to be coming into the office. We're going to be continuing to grow our footprint, as we've talked about, on the back of this investment.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表示 ，Google 基本上依然希望大部分员工每礼拜有3天用去办公室，都要尽到办公空间的扩展也一定爱做。Google 英国分公司目前的大楼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央圣吉尔斯。Google 原本是甲 NBC 全球娱乐这有名的企业斗阵长期做这栋大楼。在新的投资计划当中 ，Google 要完整将这大楼买落来，同时也在伦敦市区只有10几分钟车程的国王十字。Google 要扩张原本的英国分公司总部。We're buying these buildings,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reinvigorating the office and refurbishing it, and we're keen to see everybody come back in and see a vibrant workspace again. 对 Google 增加投资英国，为中央到地方首长部分党派都表示高度欢迎。根据英国每日快报分析，这表示脱欧了后，被各方看衰英国经济反倒转来起来。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再来看欧洲的航空业嘛，豆豆开好了，小家航空公司甲传统的航空公司嘛开始咧小坐飞机伫机场起降的时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前，欧盟民航主管当局设收费的使用，若无让出的时间带，看站也就是航空公司得到的时间带，安排航班起降的使用率，爱至少有80%，若无就要将这时间带让予其他公司。疫情爆发了后年外以来，限制降价50%，目前是64%，是原来限制8成。新的限制原本2022年3月到期，不过欧盟执委会伫2021年决定延长到2022年10月底。小家航空业者认为，小家航空的时间带定比传统航空客家所谓的安排航班，对旅客行程安排真无方便。传统航空公司就算航班减少，时间带使用较低，有关应排除小家航空占用较好的时间带。安尼规则明显是道理特定的业者。So why are they protec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egacy carriers who are incapable of operating them because they are inefficient? And in a way, this is a way of distorting the market further by allowing access to certain airlines at the detriment of the others who actually could do more. They are more efficient. 业者认为，欧盟这个国际组织的规定，道理传统航空公司正做以国家资源补贴企业。I personally think access to airport is a public interest. It is to serve the interest of people, markets, the broader society, and kind of slot access is almost like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est. So I don't think it is right. 小家航空甲传统航空公司的争议，头先发生在小家航空的瑞安甲德国汉莎航空之间。这项认为，就算看站降价，在疫情管制之下，传统业者依然维持时间带使用权之下，被迫飞一寡完全无乘客贵航班，增加大排放。根据欧盟民航单位的资料，2021年的时间带使用率是2019年一直爆发进前的73%到78%，2022年延过恢复到88%，这是传统航空
空逼迫，飞贵航班的结果，也是属于航空伫疫情无景气之下展开超过传统业者的韧性，一时之间也未有答案。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咱来看比利时有一座真出名的鬼城，或者多鹅哦。这个西庄头，敢若住21个人，过去险啊风拆掉，也毋过落尾受保留落来。真侪人拢伫遮趴远的厝的外壁乌白话哦，嘛变甲真有特色，写真侪人来遮冒险。这一排一排拢无人住的厝，四季拢看到互人做饼。这是比利时真有名的鬼城多尔，伫咧镇上住的居民只敢若21位。无车人少，所以遮真安静，吸引真侪好奇的游客，也有一寡城市探险家专工来遮翕相。做表艺术自由工作者37岁史杜尔就住伫咧遮。My boyfriend brought me here actually, and at this moment I really love living here because it's close to nature. It's close. It's a unique place with a lot of. The social cohesion is bigger than I ever felt in any other place that I lived in. In cities there can be a lot of solitude as well, and in this place actually I don't feel the solitude as much because there's this closeness of the people living here. This struggle in a way, it binds people together. 伊讲伊做囡仔时阵来遮看阿公阿嬷，遮游玩是真闹热。1970年代末期，多尔镇的人口开始一直向外流失。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局决定要甲港口城市安特卫普附近的村庄拢征收拆掉，起新的货柜码头，互多尔镇更加稀微。大部分的居民拢迁走了，只敢剩少数人继续抵抗。除了去反映过，并且鼓励大家伫无人住的厝的表面画图，要欧洲反映判各种计划威胁多尔镇附近的湿地生态。2016年，比利时最高法院撤回这项计划。经过这段风风雨雨，多尔镇暂时是当保留落来。But the thing is, I don't want to keep Doel as a ghost town. I know that that's a little bit wh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ow interested in the place, because it indeed has the image of a ghost town, but that's not how it should be. It used to be a very viable, very nice place, a very living social community. 马蒂亚斯讲，因为边仔就是24点钟过伫咧运作的香港，多尔镇未来命运依然无啥确定。不过会当确定的是，对一个住伫咧遮的居民来讲，多尔镇毋是鬼城，是因生活的所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